以赛亚书第11章，和平的国度，对亚西的老树头画布影，对伊的君画发幼枝。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，就是互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，有计划甲能力的神，有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。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。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，用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。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棍，讲迫害者，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用信实统治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，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，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。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，牛母甲禽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阵歇困。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恁的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口佚佗，当恁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穴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破坏，因为对上主的认识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，流亡的人民回归故乡。伫迄日，亚西的君会正做万民的大旗徛在，万国拢会拥护伊，伊徛起的所在会充满阳光灿烂。迄时，主会第二遍伸手对亚述、埃及、巴特罗、以色撇阿、伊兰、巴比伦、哈马以及沿海地区赎回所剩的子民倒转来。主会万国采大旗，对地的四方聚集四线的以色列人活来，将受赶散的犹大人民聚集倒转来。迄时，以色列的怨妒会消失，犹大的敌视嘛会煞。以色列袂阁怨妒犹大，犹大嘛袂阁敌视以色列，因为斗阵冲落来攻击西边的非利士，抢夺东边的人民。因会征服以东甲摩押的人民，阿门人会屈服伫因骹下。上主会互埃及的海湾大窟窟。伊会举悬伊的手，大力热烧风，互幼发拉底河变做7条大溪。人穿草鞋嘛会当行过，要有一条大路为着上主所剩的子民备办，通互因对亚述逃脱出来，亲像古早以色列人对埃及地出来相款。